你好，劉堯社區工作室，我係姚國威議員。咁今日咧，我就同其他區議員喺天瑞邨呢度咧參與個洗太平地嘅活動啦。咁過去大家聽到洗太平地咧，可能會覺得係做下樣，做啲清潔嘅工作。咁其實洗太平地嘅活動咧，就會有唔同嘅社區持份者參與啦。咁包括今日有房屋署啦、食環署、領展啊，仲有我哋嘅清潔工友、保安工友。咁其實我哋都係透過呢個活動咧，係加強咧大家對屋邨一啲管理啊、清潔工作嘅意識，同埋咧 update 大家最新嘅情況。甚至乎咧最近啦就呢個蚊患比較嚴重引致呢個肌孔肯亞熱嘅傳播咧有個危機。咁我哋都係透過呢類型嘅活動咧，去加強大家嘅一個聯繫。咁所以大家如果對於我哋屋邨嘅清潔啊、環境衛生或者管理有咩意見嘅話咧，都歡迎揾翻我哋區議員去到跟進喎。我係姚國威議員，請你繼續讚好同埋分享我哋嘅短片，多謝你。